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8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计划。伫约瑟甲伊的阿兄相认的时阵，伊捌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告白，就是讲，莫因为恁将我卖到埃及来艰苦，是上帝找我带成恁来，为着要来保存恁的性命。可见约瑟非常清楚，伫伊的一生的中间所做有的代志，拢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伊嘛真坦然来接受上帝予伊的呼召。创世纪41章37节到57节记载着约瑟接受埃及王的命令，成做管理全埃及的宰相。因为呢，伊有上帝予伊的智慧甲气力，会通来带领埃及来度过将来要经历的大期远。埃及王甲伊所有的人神拢赞成这个计划。埃及王对伊的人神讲：“咱减会当找到一个，亲像这个人有上帝的神点伫伊的内面。”埃及王对约瑟讲：“上帝已经将这个代志拢指示你，可见无人亲像你这么聪明有智慧。你通管理我的朝廷，我的人民拢顺服你，互你管理。只有坐伫王位的我比你较大。”埃及王阁甲约瑟讲：“我派你管理埃及全地。”埃及王就将伊的印鉴的手指拔起来，挂伫约瑟的枕头仔，甲伊穿幼麻布的衫，将金盘链挂伫伊的颔领。王阁予约瑟坐朝廷的第2号车，开道的叫讲闪开。安尼，埃及王派约瑟管理埃及全地。埃及王对约瑟讲：“我是王，若无你允准伫埃及全地，不准人随便办代志。”埃及王甲约瑟号名叫做撒法拿德巴拿利亚，佮将希利波利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囝阿西那来予伊做某。约瑟就伫全埃及全地来出巡。约瑟开始服侍埃及王是30岁。伊离开埃及王去埃及全地巡视7个好年冬了后，地出产大丰收。约瑟收集埃及第7个好年冬所有的五谷，接住至逐个城。逐个城周围的产地的粮食，拢接住伫附近的城内。约瑟接住五谷，坐甲亲像海边的山，无法度算，因为算袂了。海尼人还未到以前，希利波利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囝阿西那甲约瑟生2个囝。约瑟甲大囝号名叫做马拿西。伊讲：“上帝予我袂记得我所有的困苦，甲少年我老爸全家的苦情。”伊甲第2个囝号名叫做以法莲。伊讲：“上帝予我受苦的所在兴旺。”埃及第7年好年冬一个过去，7年冬的期远就来，拄照约瑟所讲的。逐国拢有期远，敢若埃及全地有美牛。到埃及全地粮食无够的时，人民就来对王哀求美牛。
王对埃及的人民讲：恁去找约瑟，伊甲恁讲啥物，恁着拢照安尼去做。迄时，逐国拢有饥荒，埃及地嘛真伤重。约瑟开逐所在的册仓，卖米粮互埃及人。逐国饥荒真严重，逐所在的人拢去伫埃及去约瑟遐来买米粮。咱有偌济人会当亲像约瑟共款，将苦难的生命看做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计划甲上帝的呼召呢？真困难，但是真值得咱基督徒坚持甲学习的功课。保罗伫宣教的过程中间，总是会拄着伫外面的犹太人的阻扰，甚至因煽动群众来杀伊。但是上帝的圣神却时时刻刻伫伊的身边咧看顾、咧保守伊。虽然伊去互群众来拍用石头钉受伤好，那亲像死，嘛是因为安尼来救伊的性命。除了保罗游玩真勇敢见证主传福音互人，因为搅扰来定定换所在，看起来是无真顺，但是这却是上帝将福音广传的计划。使徒行传14章19节到28节记载着保罗伫罗斯德，伊伫一个省内的摆卡的人了后，犹太人来叫这群众来定死保罗的情形。有一寡对比西底的安提阿来甲以哥念来的犹太人煽动群众用石头钉保罗，想讲伊若已经死，就甲伊拖出去城外。门徒为我来的时，伊站起来，行入去伫城内面。隔日，伊甲巴拿巴做伙去特别。保罗甲巴拿巴伫特别传福音，搁互真侪人正做门徒。后来因倒去罗斯德、以哥念以及安提阿，沿路坚固门徒的信心，鼓励因持守信仰。佮对因讲，咱着经过真侪苦难，才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因两人伫逐个教会选派长了，用金正祈祷，将因交互所信的主。因两个人经过比西德来到邦菲利亚，伫别家讲道了后，落去大利。对遐坐船去到伫安提阿，就是伫这教会有将因交伫上帝的恩典，找因出去的时已经完成的工作。因到安提阿就调集教会的众信徒，将上帝甲因做伙做的一切，以及伊甲外邦开信仰的门的经过，拢甲因报告。后来因甲众门徒待一段时间，才会主动颠倒促成伫福音的广传。这是上帝的计划，赢过遐个作乱犹太人的计谋。诗篇133篇，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好，偌尔欢喜。这通比平过去的油停伫头壳顶，流到伫喙手阿伦的喙手，搁流到伫伊的颔领，这嘛通比平黑门山的露水，落到伫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搁赐永远的活命。感谢上帝，你甲阮讲你是的意念比阮的意念较悬，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是啦，主，阮需要你全能的保守带领，求主帮助阮，互阮更较专心，更较尽力，
真心来军队里服侍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